係二 B 班嘅林佑希，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二年級常識課聲專題研習自製玩具。我嘅玩具就係寶可夢比賽，我最主要用嘅物料就係紙箱、廁紙筒、紙、雪條棍同埋磁石。我而家就要介紹個製作方法。我首先就用啲紙皮嚟做嗰個底，等嗰啲雪條棍可以塞入去。跟住我就用咗嗰啲廁紙筒嚟做計分牌，跟住呢邊都有嘅，兩邊都有。跟住我咧就用啲紙嚟做咗藍隊同埋紅隊，同埋一個毛毛球。跟住咧我就用咗啲雪條棍連埋一齊，就將嗰啲磁石貼入去啦。呢個都係一樣，同埋記住要分正極同埋負極。我而家就要介紹點樣玩呢個遊戲啦。首先就將呢啲雪條棍攝入去嗰個窿仔度，就可以開始噶啦。如果射入咗人哋個龍門嗰度嘅話，就有為之1分。如果人哋行下，如果邊個最快攞滿3分嘅話，就會贏噶啦。同埋有個小貼士俾大家，就係如果你咧太急嗰陣咧，你咧就會衝唔到過去噶。所以咧，大家要輕輕嚟衝過去都得嘅。總之入到呢個對方嘅龍門就得㗎。而家就要介紹點樣玩，請特別嘉賓我家姐出嚟。好，而家我哋就正式開始，1、2、3開始。暫停，都話暫停。而家重新開始。死！1、2、3開始。Oh my god！ 哇！哦，入咗。佢又贏咗啦，1分咯。好得我嘅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可以鍾意我嘅玩具啦，拜拜。繼續玩啦，家姐。係。